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龙。昨天晚上的一场大风呢，我们这边已经全面降温了。今天呢，已经是零下了。虽然说现在的温度很冷啊，但是心是暖的。因为呢，最近呢，很多工作室把上个月的尾款跟这个月的一些单子都给我结账了，陆陆续续呢结了有1万块钱左右吧。所以说呢，今天呢，准备打算去吃顿好的，犒劳自己。無望變了猶豫，達到理想不太易。即使有信心，鬥志卻抑止。誰人定我去或留？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靠兩手向理想揮手。問句天幾高，心中知比天更高。自信打不死的心態，活到老。我有我心底故事，親手寫上每段得失樂與悲與夢兒。縱有創傷不退避，夢想有日達成，找到心底夢想的世界。中學。誰人沒試過猶豫，達到理想不太易。即使有信心，鬥志卻抑止。誰人定我去或留？逼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靠兩手向理想揮手。問句天幾高，心中知比天更高。自信打不死的心態，活到老。我有我心底故事，親手寫上每段得失樂與悲與夢兒。縱有創傷不退避，夢想有日達成，找到心底